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1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历代志下卷18章22节到22节，希伯来书第9章23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级分享的主题是真圣所。礼拜堂的建筑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？为什么要去圣殿啊？圣经真明白甲咱讲，上帝无需要踮伫人的手所做的殿宇内底。那安尼，咱为什么爱去礼拜堂呢？牧师常常提醒兄弟，礼拜堂的兴建毋是目的，敬拜上帝诚做正人祈祷的中心，这是目的。人会当心服侍，诚心来敬拜，彼此来相听。这是目的，安尼圣殿就诚做真实敬拜上帝的所在。若无的话，礼拜堂只不过是一间建筑物而已。历代志下卷18章12节到22节，迄个去叫米该亚的这个使者甲伊讲：你看，所有的先知拢对王讲好话，请你嘛甲因同款讲好话。米该亚讲：我只应我的上帝咒诅，我的上帝讲什么，我就对王讲什么。米该亚来到王的面前，王问伊：米该亚，我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或者是还是毋通？伊应讲好啊，你去攻打，一定会胜利。这个城会交伫恁的手。王对伊讲：我着叫你咒詛几遍，你才会奉上主的名对我讲实在话。米该亚讲：我看以色列的众人亲像无牧者的羊，四散伫山里。上主安尼讲：遮的人无主人，逐个人通平安倒转去因兜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我兼无甲你讲，这个人对我讲的预言是拢无好话，只有讲灾厄。米该亚继续讲，所以着听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伫宝座，天顶的万军伫伊徛伫伊的正边倒边。上主讲：什么人要引诱以色列王亚哈，互伊去基列的拉末死伫遐？这个讲安尼，迄个讲安尼。后来有一个神出来，徛伫上主的面前讲：我去甲伊引诱。上主问伊讲：你要安怎甲引诱？伊应讲：我要出去做白贼的神，互遐的先知讲白贼。上主讲：你甲伊引诱，你一定会成功。你去照安尼做。现在上主有互讲白贼的神入伫你的遮的先知的喙，上主宣布要降灾厄互你。米该亚先知诚实对约沙法王讲话，因为迄是上帝交代伊讲真实的预言，伊并且宣告讲：请听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伫天顶的宝座，左右徛伫伊的所有的天使。若是心中有上帝诚心敬拜的人，才会当看见上帝的宝座迄个圣所。是毋是会当称做圣殿？是因为有上帝啊无？耶稣基督毋是要进入人的手所做的圣所，因为迄毋是真圣所。伊所要入去的是天顶的真圣所，因为迄是上帝的宝座所在，是真的圣所。希伯来书第9章23节到28节安尼讲着：照天顶的款式所封做的物，需要用精神的火来洁净；毋过天顶的原物需要用比这的更较好的祭物来洁净。基督入去并毋是人的手所做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副本。
伊是要入去天顶的真圣所，伊现在为着咱出现伫上帝面前。基督毋免一摆搁一摆献本身，亲像大祭司着逐年继续带精神的血入去历史圣所。若着一摆搁一摆献，对上创造世界以来，基督着一摆搁一遍受苦。毋过现在伫即个世代的落尾，伊只有出现一遍，将本身献做祭来除去罪。照所注定，人着一遍死，死后着受上帝的审判。亲像安尼，基督已经有一遍牺牲来担当罪正人的罪，伊会第二摆显现，是要对付罪，是要拯救迫切伫听候伊会来的人。基督一摆献上家己诚侪活祭，为着世间人的罪来献上，互相信期待伊接受救恩的人的罪会通得到赦免，来得到洁净的恩典。诗篇46篇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快乐，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闪到海中，海水野涌哗哗吼，山因为海中摇绝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到互上帝的城欢喜，就是至关上帝徛去圣所的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天不光，上帝就帮衬伊。列邦哗哗吼，列国动摇。上帝出声，地就消扬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来看上帝主的所做，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。伊阿只经三顿枪，放火烧战车，伊互战争拢煞，全地和平。伊讲拢静静，就知我是上帝。着伫列邦受尊崇，伫全地受尊最大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。雅各上帝做咱的要塞，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会当倚靠基督的恩典来得到救赦免的恩。求主帮助阮追求真圣所，诚心敬拜上帝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